主持范振鋒、張浩林、馬志雄。今集呢位嘉賓咧，即係咧佢又嚟，佢自己都講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佢都係開 show 咧開到好多嘅，好密嘅，好似不過我覺得係好似佢之前仲多添啦。我哋有阿龍婷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小龍女你好，你好，係啦，即係你開 show，我就係之前訪問過你嗰陣時咧，就覺得哇，你都開得好多 show 啊，好密啊，即係開 live 嗰啲真係多嘅。但係而家係咪相對嘅？就係同以前比，其實差唔多啊，定係其實少少少嘅？前年喺麥花臣啦，10月，跟住舊年冇開啦，但係今年又爆爆聲。我前日啱啱喺澳洲翻嚟，做咗2場，哇！跟住澳洲之前去美加又做咗幾場，係啦，嚟緊就喺文化中心5月5號又有一場。但記得有一年係咪第一次訪問你嗰陣時，嗰陣時係疫情啱啱放寬，係啊，11月18喺戲曲中心2022未通關嘅嗰陣時，係啊，但係就跟住唔知好快唔知邊度又開 show 咁嘅，跟住就有文化中心啱啱比完好聲音嘅決賽係4月幾啊，係咯。幾好喎！心諗哇，咁多 show 做啊，龍婷係啦，咁啊今次咧就喺呢個5月5號，係啊，喺呢個文化中心咧又係，冇錯。但今次就我覺得雖然係同你以往可能開嘅 show 咧有少少唔同，以前都係你一個啊，或者再請下嘉賓咁樣啦。今次就一嚟可能就已經固定咗，趴住一個嘅其他歌手唱，咁但係話唔同啫，但係有好多嘢，如果即係中意聽開阿龍婷唱歌嘅咧，都知道你唱鄧麗君就好叻噶啦。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就今次就擺明就係好似之前有冇試過全個 show 都係唱鄧麗君？冇試過，係好似覺得好新鮮，但係對於中意你嚟講咧，又覺得好似係合理啊，理所當然啊。但係咧就你又唔唱晒，你又要加一個咧，就係呢個都係有小鄧麗君之稱嘅，係啦，佢即係可能模仿鄧麗君模仿到已經出晒名啊，有晒認證咁樣啊，阿黃靖係嘛，係啊，係今次點解會加個女仔去唱鄧麗君啲歌，又你自己唔唱晒咧？我覺得係因為係鄧麗君嘅三哥啊，喺台灣。咁咧，佢之前親生嘅哥哥，第三個係啊，佢之前咧就睇過黃靖小姐做過一個舞台劇叫《愛上鄧麗君》，係啦，所以我哋今次喺香港做佢都好希望黃靖小姐可以參與下。即係原本都係諗住你一個唱都 OK 噶啦，咁但係就再傾下嘅時候，不如加埋黃靖一齊嚟香港咁樣。係啊，俾香港嘅朋友 fans 可以見到。黃靖小姐其實唱鄧麗君係好似嘅，咁我咧又唔係話好模仿，你又唔係話似都好緊要，不過你係唱佢啲歌就即係之前聽好多啦，即係你又唱得好舒服啊，好啱你唱啊，所以咪有個全心組合。咁你有聽過佢唱？聽過啦。我有啊，我哋記招嗰日佢都唱咗甜蜜蜜啊。你覺得係咪真係好似？啱 feel 啊，啱 feel 啊，梗係啦，似嘅。佢直情係參加比賽嗰啲噶嘛？係啊，係啊，模仿鄧麗君。咁今次呢個演唱會就叫做《永遠的鄧麗君》啦。係啊，咁佢鄧麗君嘅歌就梗係唔使講啦，人都識啦，家傳戶曉，有唔知好多首經典歌啦。咁但係你睇揀歌嘅過程係咪佢我諗佢最勁可能係有10幾隻，嗰10幾隻就必唱噶啦。係啊，佢就揀咗國語歌啦，同埋台灣話、閩南話，係啊，我就揀咗日本發展嗰陣時嘅曲，同埋廣東話。日文喎？唔係曲，係唱翻國語嘅。哦，係都係國語嘅。係。咁你廣東話佢有廣東話後期啊？有你會唱啊？我有啊，我唱廣東話。廣東話就咩？漫步人生路。係啊，忘記他。咁總共成個 show 要唱幾多首歌？我哋20幾隻啦，20幾隻，即係可能每人都會唱呢啲 solo 啦，會唔會合唱啦？兩個，你同阿黃靖有？你知？唔講住，應該有嘅，係最後咯。咁使唔使有啲咩準備？因為你都熟晒噶啦，鄧麗君啲歌。準備啊？係咯，你都唔使特別要再去記啊練啦，應該都真係好熟咯。都熟嘅，但係可以再好啲。即係我都會再聽翻鄧麗君小姐嘅原唱，睇下可以邊度再執蒙一蒙。即係你係會想係再神似啲鄧麗君啊，定係其實都會可能啲歌
會好多係改編再重新 arrangement 啊編過啊，咁你唱法又可能又好唔同啊，想邊種方向多啲？都係原版，想原版，全部都係尊重原版，即係個音樂都係盡量原裝嘅，係啊，咁先有票嘛。你睇嗰啲人就會即係有共鳴啊，可能即係有跟住唱啊，咁你哋唱都係盡量都係用即係原裝咁樣，可能嗰啲味道差唔多啊，咁樣，都係咁樣嘅，係，好。好啦，龍庭咧就喺5月5號咧就會有一個咧就係一個嘅永遠的鄧麗君嘅演唱會啦，咁啊全部入邊都會唱鄧麗君嘅經典歌啦，咁今次另外一個地方特別嘅咧就係同呢個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咧，即係管弦樂團嚟嘅，咁就係合作啦，係咪啊？係，都唔係第一次同佢哋合作噶咯喎。係啊，我哋喺2021年第一次同佢哋喺曲中心做過，我唱過幾隻歌啦。當時第一次同管弦樂隊唱，我就係你嘅第一次啊！嗰次係啊，我嘅第一次啊！哇，嗰陣時覺得哇，自己要好識質生先得嘅。係，但係幾多人啊？佢哋嗰陣時嗰個百幾人啊，應該百幾人㗎。係啊，我覺得我俾佢哋吊打。即係俾佢拖住行，帶住，國語叫做咩啊？吊打起嚟打你，吊起嚟打。但係後尾我有咗一件經驗之後，我就唔得，我要做主導嗰個，要帶翻住啊！其實佢哋都音樂人都唔想佢帶住你行噶。係啊，但係未有經驗啊嘛，因為以前你同啲電聲樂隊咧。係大家可以咁啊！即係如果即係正式嘅，或者嗰啲叫流行樂隊嗬，係啊，即係近啲同埋得幾個人啊嘛。跟住我又發覺唔得，我唔可以咁樣。你話俾佢吊打係咪？係我哋叫帶住行啦。嗰個感覺係點先？係點樣你會夠個感覺可以拖住？我嗰陣時唱《但願人長久》，佢係冇乜拍子嘅。係。咁我慢咧，拍子就可能係嗰個係啊啲小提琴。我慢佢又更加慢啦。佢慢我咪。做咩唱完？咁我得唔得？我要自己揾翻個速度，佢哋跟翻我。即係佢其實可能個指揮喺度覺得你慢咗，佢就叫佢哋，佢就去玩翻慢。係啊，互相等。係，就首歌變咗原本係3分鐘嘅，變咗3分38秒可能。係啊，好長啊。係，但係聽如果識聽都覺㗎，係嘛？識聽有啲觀眾可能就唔即係有少少音樂人嗰啲會，我就有少少呢種感覺開始咧。我就要改變佢噶啦，因為我發覺呢個就係一個問題，但除咗呢個咧，又冇乜問題嘅。點樣改變咧？後尾有咩？我咪自己用翻我自己嘅速度，我唔跟佢，要佢跟我咯。哦，即係但係你要自己個人好肯定，總之就好有信心、自信咁樣得，我就係用呢個速度咁唱噶啦。係啊，即係唔好俾佢嗰啲可能有啲前奏啊，佢突然間慢咗，影響咗啊，都係。好多人都話，即係同管弦樂團合作咧，即係件事就好靚嘅，啲聲話好震撼，咁多支我哋即係咁多支雞咯，叫做啊，跟住就係咧但係你係要有翻咁上下，即係你要功力啊，係啊，同埋真係要去練去慣，真係，但係我如果做到係開心嘅，係啊。咁你覺得最唔同係咩咧？即係同平時嗰啲 band 啊，或者你以前你最叻就可能你淨唱 MMO 添啦，嗰啲。佢哋嗰啲音樂係咧，你同佢哋一齊彩排嗰陣時，我會俾佢哋啲樂器嘅聲感動嘅。係啊，即時會有啲。好聽嘅感覺，係啊，因為你同 band 可能有好多時佢係 keyboard 出嚟嗰啲，係啦，tune 過晒，或者啲人已經係可能 mix 成好啲聲，大細聲差唔多咁樣。係啊，你聽到咁多大中細小提琴啊，哇，真係管弦真係唔同。係啊，好有 feel。係咁啊，今次同佢哋都已經係第幾次合作啊？第3次。數不清楚幾多次，好多次啦，咁就已經個人演唱會就係第3、第4次，咁就已經係好純熟啦。係啊，完全冇頭先你講嗰啲咩吊打拖住啊嗰啲冇啦。咁但係都要靴嘅，始終你要唱重新唱一批嘅歌。係啊，開始靴未咧？記得係3月29嗰一日。係啦，做過已經早啲做咗一次，跟住5月3號會再開一次。靴呢一樣係佢都係 full team 啊，都係100幾人嘅。係啊，哇，靴嘅場地都要好大。係啊，係嗰啲會堂先去到。100幾好勁嘅真係，好震撼。所以呢個 show 係值得睇嘅。係啊，你即係佢
聽歌之餘，仲可以即係聽埋咁多音樂演奏咁樣。係。咁佢你話要盡量原裝鄧麗君嗰啲音樂咁樣。咁有時好多鄧麗君可能以前可能有啲都有少少用啲電子樂器啊，或者有啲音樂可能編曲上都有噶嘛。咁但係今次全部管弦樂，咁就冇用到嗰啲電子樂，都可以加埋。都會有，即係有另外一隊 band， 就係即係 pop 啲嘅，pop band 就係會做，即係有咁即係一隊 band 加管弦樂團噶咯。係啦。哇，咁就所以好似啊，好震撼啦呢個。好，到時啊5月5號啊，好唞唞先，轉頭翻嚟繼續傾。魂牵梦萦，日夜不停，一言一行自作聪明，而你每次都摇摆不定，自作多情，一意孤行，走走停停，灯火通明，对你的爱都化作幻影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让我学会了死信任，眼泪随风飘零，让一切如影随形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为我指点了迷，请把回忆按下暂停，不再去管它输赢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让我学会了死信任，眼泪随风飘零，让一切如影随形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为我指点了迷，请把回忆按下暂停，不再去管它输赢。魂牵梦萦，日夜不停，一言一行自作聰明。繼續有龍婷喺度啊！咁啊，除咗你嘅演唱會之外啦，咁啊，其實都即係上幾個禮拜啦，就派一首新歌嘅，就係頭先都聽過噶。你是我最想要愛的人啊，係都好長嘅個名，係點解要咁長？要交代一個即係你係我最想要愛的人咧？係啊，肯定再確認，係啊，入邊有好多嘅。你是我最想要就係要加埋呢個啦，唔止愛咁簡單。你是我唔係第二個，係我最想，唔係普通想。咁啊呢排夠忙啦，咁啊又派歌，又要演唱會咁樣，又要好多可能其他嘅 show 做咁樣。咁使唔使停一停啲 show 先？即係唔使嘅，你都冇嗰啲嘅，即係你話要開個演唱會，有啲人嚟話我咩都唔唱住啊，咩都唔接住咧，你都照做可以。照做啊！你頂得住啊？係。好強啊！龍婷真係有啊！咁呢首歌仲有咩想講出咧？除咗係希望，即係有啲人係你都係代言唱，即係唔係你自己心目中噶，有啲代想唱話有一個好中意嘅人出現就好啦咁樣。有咩想帶出嚟？其實呢隻歌係有一個故事嘅。係。咁我喺2019年星光大道比完賽，你當時講咗句說話，即係我上次嚟，第一次嚟訪問，你話你比完賽跟住又疫情，你等於你有張彩票未攞到獎，你講嘅係記得。你嗰個係全國冠軍，係啊，幾咁勁啊！係啊，同埋咧嗰陣時你係講一張彩票啊嘛，但係嗰度嘅監製介紹咗一個台灣嘅音樂人叫小松，知道小松老師，佢係啊大師，介紹咗佢俾我識。佢可以寫歌俾我，但嗰刻19年已經即刻佢話應承寫歌俾你啦。跟住20年疫情冇得見，21年呢，我隔離翻去見過佢1個月，同佢飲過幾次咖啡。佢長期而家都喺內地噶，係北京。跟住就咁過咗幾年啦，咁我就終於係2023年，佢就喺一個夏天嘅夜晚俾咗隻歌我，佢係佢唱嘅。即係譬如話佢如果你 OK 咧，你就可以嚟北京錄音啦。跟住我當時好激動啊！我等咗咁耐。係之前有冇通過電話先？有微信聯絡，一路都有嘅。係，但係歌嗰方面佢一路冇提到嘅。係啊，即係唔係話聯絡你龍婷好耐冇見，
我應承你寫隻歌俾你。高手唔傾呢啲嘅。哦，冇呢啲。高手淨係我俾你，好 OK。即係傾呢啲第啲嘢嘅，即係問下你點啊？你個比賽點啊？幾好啊？好似即係呢啲咁嘅嘢嘅，冇講話佢原來已經準備有一首歌係寫俾你，冇啊！突然間就嚟噶啦，有型嘅，係啲大師係咁嘅。跟住就到今年1月份就整好晒啦，我就可以將隻歌攞翻嚟，跟住3月16就你自己香港錄嘅。唔係喺北京錄，你飛去幫你錄製嘅，係啊，咁今年嘅3月16就推出咗呢隻歌發行咗。哇，呢個都係當其時你中咗彩票係冇攞到獎，跟住咧隔咗幾年話，你有獎喎，你攞下，仲有個獎俾你嘅，跟住個獎，個獎要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。咁啊，一陣翻嚟講下，即係同阿小松老師啊，即係成個製作啊、錄音相處嘅過程係點樣？深情海流离辗转，换不回与你相伴。借机盏浊酒，醉梦独眠，梦里可有你缠绵？天涯万里，我到何处能忘记你？就像欢欲望，明月星辰又念你。尘缘纠葛着百般折磨，推向我，难逃天意。逃不出宿命恩怨，斩不尽潮绪漫天，落花片片向我，痴人疯癫，心灰灭凄凄，冷秋记昨天。深情海流离辗转，换不回与你相伴。借机盏浊酒，醉梦独眠，梦里可有你缠绵？天涯万里，我到何处能忘记你？欢欲望，明月星辰又念你。尘缘纠葛着百般折磨，推向我，难逃天意。逃不出宿命恩怨，斩不尽潮绪漫天，落花片片向我，痴人疯癫，心灰灭凄凄，冷秋记昨天。
阿龍婷就好幸運地啦，咁啊小松老師可以即係度身訂做一隻歌俾你啦，佢絕對係度身訂做啊！如果唔係咧就喺2019年嘅比賽度咧，即係嗰陣時佢係擔任老師係咪？係咪？唔係，喺嗰度識咗佢㗎。係哦，咁巧，即係啱啱做完嗰個比賽。係啊，佢完全係唔關個比賽事噶。係啊，我哋嗰邊個導演介紹我識嘅，佢話你都攞咗冠軍啦，即係要等於你練咗舞，佢準備下山，你又攞有把武器噶嘛。係，跟住就識咗小松老師，咁啊就更難得添。你唔係喺比賽度識你，跟住佢就話喂，我可以寫隻歌俾你啊。係，咁但係就證明又唔係話即係嗰啲寫咗我有幾百隻歌喺度啊，攞一隻 demo 俾你啊。佢唔係，因為佢隔咗成咧1、2、3、4、5幾多年啊？5。佢5年咯，5年，有一日嘅夜晚 send 嘅3年有一日夜晚 send 嘅歌俾你聽下，俾你咁樣係嘛？係啊，跟住你就飛咗北京同佢錄音啦。係啦，係錄音個過程係點咧？又冇想象當中咁恐怖。你想象好恐怖嘅咩？即係佢係好大師，好嚴。佢又唔係嘅，佢唔係啊。佢有佢自己嘅一套方法。係點樣嘅？即係會一嚟到係傾下偈先啦，有啲就台灣嘅製作人可能仲泡下茶添啦，跟住又先去唱啦，定係一嚟到唔係啊，嗱一聲入去即刻唱。係啊，唱啦，唱幾次，跟住佢就將佢覺得唔夠好嘅嗰啲話俾我聽啦。係咯，佢同我講係出嚟唞下先，話俾你聽啦，定係全程你都喺入邊出嚟話俾我聽，出嚟先嘅，可以出嚟同我傾嘅 relax 啲個環境。係啊，佢仲買嘢俾我食啊，亦都有呢啲，即係佢都有啲唞一唞，大家佢好 nice，好人，唔使咁緊張咁成個，覺得可能令到個氣氛係啦，佢唔會嘅。咁唱法咧，咁你自己因為你都唱咗咁多歌咧，佢又冇特別要求我唔可以點。佢最多喺感情上邊要求我，其他要求啲咩感情嗰度？佢再多啲啊，定係輕啲啊？即係要 match 翻成隻歌咯。即係有時你一句唔得，要重新錄過嘛。佢會有佢嘅要求咯，係啦，均衡。咁你係咪錄到小松老師係即係好大段咁去錄噶？定係都會成隻咁唱咯？佢即係佢唔會。補一句半句，逐句咁樣。等你真係有唱咗幾次，真係唔得再補咯。但係佢要求都係希望大一段一大，即係成隻咁做。係啊。最好你成隻 OK。係一剔過，追佢就想咁嘅。咁就變咗好清楚晒佢嘅，即係佢要求嘅唱法先可以一剔咁做咯。係。咁啊，跟住。出嚟嗰個製成品咁啊，頭先就聽咗啦。你自己覺得點咧？同阿老師合作呢次，我自己係感動到嘅，即係我覺得呢隻歌係你聽一次，因為始終香港朋友係聽廣東話多啲嘅。你聽一次、聽2次，你未必去入到個氹，但係你聽3次咧。就中啦，踩落個氹度。你又係咁轉啊，係啊，你試下，你唔信你試下。好，等我聽多2次先，入咗個氹度啊。咁但係呢隻歌就演唱會唔會唱啦。係啊，因為演唱會就要唱鄧麗君嘅歌。係啦，演唱會唔會唱，但係我喺今年去溫哥華、多倫多、LA 同埋悉尼呢幾個 show 我都有唱。吓。咁啊嚟緊，除咗自己演唱會，又要再去唔同嘅地方演出。即呢啲係之後，今年做咗噶啦。係咯，即係之後仲要飛之後啊，計劃緊，確定咗再講啦。好專心做埋啦。5月5號呢一個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嘅永遠的鄧麗君嘅演唱會先。好啦，咁啊到時 good show。好，多謝龍婷，多謝，拜拜。久不見，你好嗎？久違的笑容，你還是那麼好看，如此靠近，又如此激動。當風來
爱过笑过哭过，愿你我都没有白走，愿你我平安快乐很久，有个比我更好的人来守候。你是我最想要爱的人，多想为你停留。纵然天说这是奢求，如果真爱就让它自由，追逐爱